呀！各位聽眾，歡迎來到對來邊來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真係特別哦，我哋有請到只三個真係特別嘅嘉賓，就是講到老焦介紹起，老焦格特布魯個阿獨咯，了個有老格特布魯啊，我係講你一句哦，你知唔知啊？是會使啊。格特布魯馬咧是점車，啷知唔知講점車係生格特布魯誒？점車生格特布魯啊！阿獨本生啊！阿獨本生，特別唔是生格特布魯，阿獨你叫咩名？nickname 花名啦，花名好啦，花名啦，他們怎麼對你嘅使學？看你面性啊！你看個好，你這是本來學見嘅接班人。你身上就 train 你家個了就搞接班啦，我未做小姑嘛，那人老。我 train 你 gupster。gupster 即係 gupster mini gupster。一個人啲 gupster 啦。一個人啲 gupster 同佢講啊，呀啦。冇你嘴尖啊 ，gupster 嘴。OK，你可唔可以介紹我哋真正特別嘅嘉賓呢？哎呀，特別會使講我錯路。Kata puno masih colo. 是我這出唔通落到啲 video 嘅。你是這個名做점車啦，歡迎점車來邊人學見。我落銀包啦。점車講점車，聽到有점車。拍攝阿弟점車。咪阿弟叫人姐姐嘅咩？係啦，佢叫姐姐。叫점車 OK， 我講睇這邊是我叫這三禮拜，這是定到特布魯 suggest 啊，講咱講這裡只 to be 嘅講嘅啦，咱講，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就是特布魯想到講伊嘛，而且伊嘛是做裁縫啊，점車都是做裁縫，加是實在有車衫到處。當然冇車啦。當然冇車啦，特別你是家己車衫咧，是你去成個做生意車衫。我冇人家報來好啊做嘅。你我學你累啊，還是學你咪咕呢？夠細嘢夠解哦，唔係啦人車衫學咪咕呢？有學累啦。哦。OK，特別你冇開店啊，是人家來你厝哈呐。我出來車。OK， 所以我會講裁縫啊，即係你幫做裁縫嘅，然後我咪知咯，咱嘅老焦阿獨是定當是做裁縫啊嘛，對唔對阿獨？定到對。定當今冇啦，當今你出過점車？唔是阿獨，唔是格特布魯嘛？你是正점車？冇咧，咁樣幾回想啊？我幾回想咧，你個幾個有車，成個行險啊，會驚咩衫冇衫嚟做？免就驚變咗我哋借財行啊嘛，有人驚我哋啦，哎呦，嗰個幾驚咩？你鍵盤射超啦，鍵盤。鍵盤射超，鍵盤冇嘅凳啊，行政睇嘛。你亦叫劍滾啊，當然。嘅凳咯。誒，점車你尖是唔是劍嘅점車？劍점車特別別係劍小女哦嚇。係啦，劍점車。係咪劍점車你講咩？你用劍咪就免做衫啦。係啦，用劍就免做衫。特別做衫唔是話是為累呢，你做衫是為水本嘛，情緒是成個咱嘅即係格特布魯嘛，上格特布魯是你是整你剪嘅大擺。我係定住。定住啊，定到冇乜定過，定得落係一線啊。我靠，嗰定鐵到對邊啊，我剪嘴。得過，我定住，我就掉啲瓜去破啊。哦。我不過我係破本啊，我係卡，你個往時買咧，我辦機啊，我去買咧接銷嘅時買靠辦機啊嚇，上底啊一種啊，前一度冇靠掉掉呢，然後我個價係半30股嘅靠去咯。係啦，個30股都冇車，往比出事拿來拿底，它就把它變一半係30股。你再估真啊？
免讲咱卖錢上，咱愛錢愛 fit 嘅嘛，錢錢如貴如古如爽嘅嘛，對。哪女？所買嘅點先新鮮未熟嘅嘛，對。แล้วก็無咧，免講technology 係更強有細錢所以講細把度係 fit 嘅嘛，暫時往嗰度做咯啫。啊，做。往去海邊喎，海邊喎。啊。坐了喺山坡路咯，直直路嘅。哎呀，這就 stone wash 啊！stone wash 係路落水哦。我係你 sand wash 啊。係啦 sand wash 啊，你是路把多路刷啊？路刷。哦，路刷。你買咧12後嗰時，裡面清嘅時本有個筆裡面吹到咁麼刷咧？誒啦，當然，咱是講咱買嘅點先喎，新鮮啊，你錢新鮮未好錢呢？了，你我感覺錢啥新鮮買個冇咧好錢，你情估啦，嚇第一個人啊，你情估了嘛，你感覺你錢都擺落來嚇，你看你卡達位邊啊，你上一個科反正懷疑啊就，對你開射啊，暫時錢。啊，為什麼擠掉呢？係啊，伊懷疑未跌咧，一個碰過你你懷疑啊就。哈。啊，暫時佢響掉掉啊！嚇，所以暫時錢是搞話好錢咧。你特別，咱聽到是啊，本是你聽到你用刷，你咪做係呢女戲咩？無啦，這是古早嘅是唔是啊？無咧，夾尾是有了嘛，即有人寫啊嘛。你錢破錢你是 start from 咩啫？我8-10年在看 Flash Dance 啫。在。啊，你係間查某哦 ，actress 哦，heroine 啊，伊是做 welding 嘅嘛，所以特登穿啲褲卡穿破一坑嘅哦，我掉啲掛個卡到卡穿一款啊你。你啊，但我那是啦，三嘿，即個針車的就是針車，你真是掛卡穿一坑哦。我是做查某嘅衫，冇做查甫。哦，你做查某時是做係咪得一隻啥人用夾 pattern 好你呢？還是你個叫 pattern？一件 pattern 嚟。哦，經 pattern 嚟，你經 pattern 是到啲咧成家人嘅嗰啲 magazine 冊會看到，即小影水啊，經啊，你係是用夾 pattern 好你加嘅。我是有 pattern 部分啊，可以經咯。哦，所以是夾 pattern 部分啦。真正借 pattern 部咧日本來喎。哦，伊 pattern 了尋咧格丁平平來本咧，你看伊格丁淡薄畫，裡面講你淡薄 idea 人作加出來啊嘛。我每啷看啊，啷看啊，當講成了是看你每針車，個每格達布魯了車衫，每你聲格達布魯。我有車，我比較加衫。哦，嚇加衫嗰啲更考啊。OK，那看你每到對啦。你個工。就是功夫嘅關啊，但每日度成，你加 pattern 係較濟到啲車會看到 pattern，你是按怎一頭將 trace 出來，還是 photostat 上面？冇，唔是。我人呢，我是做大波做查某大波呢是 from 有工有去裁縫店嘅咯。你查某我就去讀嘅咯。所以讀嘅是伊有 formula。哦，按怎講啊？你查某衫呢嚇，甲大波衫無相，大波衫你使頭畫出來啫。查某衫你特別畫伊 basic 嘅圖出來了喎，甲來拋出來個了，有兩種嘅圖啦，我讀嘅是日本圖啊，日本圖加國際圖啊 ，international 嘅即無相嘅。日本圖你是專門做嘅衫，你免講甲無 fitting 嘅咯，成破痛嘅咯，成 loose 啊，你反正無下線嘅咯。然後你過次圖你做個下線上啊，講你黃阿妹 evening gown 啊、旗袍啊，種嘅物件啊，然後甲帶嘅咯，嗌個水準啊，唔上咯。然後查某衫個了是用你圖拍出來個了，伊無你圖用未加出來。哦。你是對圖是你是按怎畫出來呢 pattern？ 你是對啲圖 based on 呢圖，為咗個嚟改下。是你做衫你上下把路架你格達布魯嘅針車喎。嚇，唔是格達布魯針車啦，針車呢是叫。你是格達布魯針車嘛？冇針車聲格達布魯出來。那是啦，你冇是格達布魯針車唔是咩？咪做我揭曉啊！你咪人做咩揭曉咪同你講啊？咩心情水水嘛，講無水咩錯嘛同你講。冇啦，你笑臉。
免惊，一禮拜水水，安怎命阮別他人。咱咪成驚事咧，水水。對咧，你可以知，下禮拜你來，你咪丟個名。係啦，你講咩？complain 咩？所以真正濟，有個人嘅別登來哦，有個我人免講對即個往嘅美式嘅圖哦來拋出來咯。了有個人咧，伊就舉咧，成講日本一種嘅日本嘅 magazine 啊，伊來啊，特嚟個字有出本冊咧就，所以 magazine 來有別登嘅就，變伊別登來啊。邊啊有個格丁嘅，阮平平來咯就，所以你 roughly 看伊格丁啊，攏會曉，咱會曉做啥，咱就知講伊邊就加出來，咁個對嘅經驗。because 伊畫一個伊寫 blueprint 啊，你看人講 blueprint 啊，伊格丁出來哦。特別是細細粒，唔是講是對正 size 啦，係細粒呢啦，所以你家特別貴。啊，咱就看者，咱就知講伊按照加出來，咱就知啊嘛。你是畫出來是你特啲播，還是特啲抓嘅成畫？白燈一個嚟加特啲播嘅。即係做兩項無相，你貨往大波做大波衫嘅人喎，做骨啊，做衫做褲，你往頭話波。你查某你就加抓。做咩事呢？你抓了，過來滷買，廿你買你滷嘅喎。尖嘅嚇，一下子。一下子有出氣嘅咧是。下你滷了，印尼一個嚟解。一定係一食，等陣我有啊，等陣我好難看，等我俾 record 啦。嗱，你大抓啦，你叫大抓啦，有紅啦，有藍啦，你看了滷咩你記啊，你滷嘅啊，尖嘅。我啉白尖車嘅物件。你啉白？我講啉白，你看我尖車係咩？等我看，等你滷嘅啦，自己。哎呀，死等我調我 camera 先，我 camera。跟住嚇，我未掉啦，夠細嘅啦，我見啦。自己往佢嘅。掉，哎呀，你係梗係接機人，你唔是啊？你講住你霸你啊，過你啲。你扮機啦，唔使接 call 落 call 呢。跟住。只好用嘅嗰時將嗰啲茶紅色嘅啊，你梗係打閒。哦，呀，茶呀。你一個 handle 紅色嘅一圓嘅。種嘅打閒，即種嘅 plastic 嘅 new generation 了。你新嘅啦，新嘅我是把你個學車衫咧。我係叉子啊，然後你其實叉你卡穿好啦。唔係啦，我卡穿一部，我卡穿有即個啊，有即個 insurance 咧。查得 claim 啊？別使。查得 claim？梗係批天嚟叫人查人卡穿。夠細，我叫你叉你卡穿吧，唔叫你叉你卡穿坑。同我拿手咩西啊你？OK，嚟就就去講到對，人哋講浸車係講緊去呢去。是啊，你看你特兜要去獨落棒，你去獨落檔還是去把都定義啦？嗱，當今去嘅去做好嘢咯。冇沙啦嗎？冇沙啦嗎？冇沙啦，根本是馬來西亞個，咱過去新加坡是做沙啦，冇 passport。對啊，แล้ว 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นนี้มันจะด้วยกาตับปูรูรูไป到下超類嘛จำเชีย做啥我做啥無啦，因為我真正是趕衫的時真無用啊，所以我到下手綁衫咯，提溜啊。哦，提溜。下邊啊。綁衫係咩意思？綁。哦，下類。你褲卡會底裙卡會折起去個錢啊，係你叫綁衫。哦，做 hemming 啊，做 hemming 啊。then pleats 啊，then 提溜咯。提溜啊！我咪你綁衫嘅時候，你是綁褲卡用綁咯，係點樣？殺棍就很好綁。棍就好綁啦，你曉。棍較硬啊，做咩事咧？抓了啊！你嚟所以你未啊，call 卡你愛拗到去嘅時，愛買你個定棍啊，你步無夠嘅時啊，你綁嘅點先？無夠步，像我這步一條，無夠步一頭整條。掉。哦，我想較細嘛，我想較細坑嘛，較應做咯。你有邊仔款愛想整三擺啊？係啊。個特別都講咩？邊啊咩？我邊啊款愛平。邊有款嘅愛平。你拗嘢點先？要款愛平個定棍嘅款，嗱準你步下底部嘅步無夠闊喎，你拗嘢啊，你褲定都定棍未平，所以門口照。有所講這是用手車啦，哦，咩用手提？手係
按就車，手按就車。嚟，我迄個阿dok聲哈啦哈啦嘅考過排版哦。哦，你開嘅數，你歪嘅數。你下底開了，你旁邊你拗嘅位哦，攞來下底邊度要射。哦，所以你袂使講跌呢，可能你袂使跌啦，你就袂。你就要跨一我再射落來。แล้ว那種夾咧，你就射落來，下底我再跨到水。哦 ，because 是直接嘅數。冇唔是拗嘢點先，伊就俾伊 measurement fix 㗎。哦，安尼，因為我講呢，你報價是伊就俾安尼開對嘅係一個字就對嘅，肯定係啊。有啦。哦，係啦，格達布魯你講你個針車叫針車講我聽你車衫嘅告訴。針車都係油。要係要嘅，佢係要燒羹咧嗬，有年會燒羹嘅，我係要啊爆嘢喺部車咯。針車，你當經過車衫啊？針車？冇車啦，當經。然後特別你聽到車衫嘅時候，有是你針車是電嘅，用電嘅還是用卡棒嘅？用卡棒咯，使唔使有用電咧？哦，我知嘅好似我知就伊咪是頂多是用外馬係嘛？外馬是就用接來撈好外馬咧是外知咪是接會用啲電嘅，不用你卡棒嘅，那是伊哈對，那伊嘅一種是因為馬是唔知其實買一卡直接先你可以用電嘅咯，唔加用嘅，伊講哇，我未看到咯，係一棒小怪，所以特別用啲嘅話馬小換咧，我馬當然用啲線嘅咧，我只用用卡棒。actually 伊針車迄種咩叫人我叫你蘇格車咧哦，是車咧錯嘅。蘇格車啊，咩嚟？我是叫你看啦，伊是車咧錯衫咯啫。因那種查某衫咩有嘅鋼嘅喎，你特別用嗰種新嘅，特別你會使買摩托來鬥嘅。哦，對，你使 attach 伊成個。你 attach 一個摩托咧，下底成打油啊！你看打者。啊對，誒，即個針車你有 echo 哦，叫聽 headphone 哦。我聽到阿刀嘅聲出來，就啲你個不如啊，不即針車誒，針車嘅小妹咁樣嚟，唔是針車嘅走啊，即個個不如嘅小妹咁樣嚟鬥下手。你個不如我俾你講話就冇單頭人做啲咩事，你講你嘛聽到車衫時，人嚟知啦，人嚟罵。哦，你知啊，我啲小妹。都冇話睇你條名。我嘛啲做小衫。就衫來車咯。了。然後嗰人知啊，說我正爾就叫衫買布來做衫咯。我唔知你捌你嘛哦。誒，我大紅線灰啊是。是啊，我冇捌紅線灰嘅人車工介濟。誒，唔知你唔知點解你唔是捌拄過咩？咱去迄個是 gathering 時，你嘛是看過伊啊？無，迄個是阿拉伯做是我嘅表姊。哦，迄個是阿拉伯做嘅嘛，唔是你嘅嘛？對。伊嘛是我嘅表姨。哦，係你冇講到對你車衫，你車衫特別你看到伊個咧 pattern 啊，有成個人伊個你看 pattern 啊，佢講就這布是用買布來嘅，問題就係講伊 pattern 交布冇交布啊？用買布來嘅，咱是講用幾 pattern 小坎坷，我嘛甲講你布無夠，你愛做別個 pattern，愛做別個 pattern，還是你過去買布來咯？你係是去買布來咗啊？我是就做做啊！你講小坎坷是你是先你叫我把你。唔係我看伊個 pattern 不過咧，無講真坎坷啦。哦。呢啦。叮當來叫一種嘅咧，查某興一幫嘅是咧阿拉伯嘅裝。有啦，你哋用咗啊，邦加利啊。邦加利的，邦加利裝。乾色嘅先。然後你大妹先做乾色前呢？嘢期待。阿大呢？嘢幾多啊？你看你碰碰，你考下14寸嘅嘅，12寸。夾落嚟，你叫夾落嚟。你我等陣，啱學針車講學針車你講佢啊，你先佢啊。有。
啊，你聽到是車衫是第坎坷嘅pattern 上面，你來曬條坎坷呀？你哋冇暑假做啦，知唔知啊？有一隻 pattern 咯。啊，你哋見你冇暑假做 pattern 上面？只學生有隻牛頸 pattern 啊，跟住簡單嘅就較用咯。啊，simple 啊，simple 嘛較用咯。你嗰是嘅車褲是嘅車衫？我是做查某，較濟做軍咯。做軍啊，軍是一束啊，是軍一半，軍頂面第一半是軍幾條嘅，參衫嘅。我本有。參衫冇有啦。你做時，你車衫嘅時候，你會有叫你會驚個了字個了來鬥下手。樣不要做啊，樣要幫啊咪呢，樣不要做誒。你是出功夫啦，你是叫人夾工啦，來聽溜啊，定溜啊，呢？係樣幫咯，係樣定溜咯。我咪你聽到是成日你簽即車衫咪會撩啦，成日溜啊，咪嗰陣時你會樣夾布來是夾來，你還是你就自己去買？我就自己去買㗎。哦，你買一個紮箱啊？就對啦，好，都唔是借得啲。有時你去買成日溜啊，咪你自個得間店去買呢，冇變難嘅。我這邊買較用咯，有時我去愛淡買咯。去愛淡買，因為你話變難有時有一間成個哇，這只歹吹溜啊，你一去一間就有嘅有哦。講打咯。咁打。就有嘅啊邊。誒，頂到點車？頂到樣後尾咪是阿咧 super 你記車水路 super 後尾一間比較濟賣人搞衫咩物件，不一間有哦。阿咧順成啊咪，順成利咯。嚇，順成利啊，嗰有啊當今。有啦，冇咩成利啊啦。我冇咩成利啊，咱別叫邊啲學人嚟拍麻雀啦，嘅拍廣告啫。我會記學到是有一間店，但到我嘛去嘅嗬，是啲迄個港雅見嘅。然後學到做 branding 模，樣就搬入去港大內邊，迄間店真老誒，叫咩新港業啊，樣真濟回本誒。到底港大哪一站呢？當見樣啲港大應該是啲二樓巴扎位。哦，到時候看。唔知個有啦，就幾廿年唔捌去咗咯。哦，你有時要賣報本啊，是跟他賣咧溜娃咪線呢？無賣報，加了溜娃線。zip 要做啥用嘅物件？嚇 zip 啊 ，cam 啊。係咪 cam 係咩？cam 是做海軍空殼嘅咧。哦 cam 咧，誒唔是 cam 啊！我想你講 cam。哦 cam 是一隻成個咧。陣間咧，啲海軍空殼嘅，做時有衫是林面海碰碰嘅。啊，你一個咪，等我想看上條衫裏面個線咯，尖咯，係你bra 咯，哦 bra 是黐啊，哦，頭整嗰啲落地，成間個字嘅。啊，你做膠嘅時別愛斜落去嘅嘛。哦，對。冇令頭吐出來嚇。護山護骨。哦，護山嗰個護骨啊，有咩雞骨咯？啊會喎。你護骨你將是成日講 support 你哋 bra 啊，有 string 嘅嘛。哦，為要 bra 你咪叫射住嘢嘛。一邊一地啊，當可能看 video 一邊嘅吐起啊。唔是啊，樣做一定應夠啊，條都要係你嘛。我琴日曬起嚟，正嘅呢啦，你見夠細碌無令啊，碌 AirPod 嘅。我是bukit，啊你叫咩？辦了 bus，辦了 bus AirPod flat。跟住我諗。你講你家姐是做殼啊？冇啦，大波就我覺得做嘅。做啊，做啥地方是甲人聊先咯。哈哈，這不是講下，這不是雙很幫人啊。聊先喺度更會咧。成日幫查某都查某無本行啦，成日幫打波嚇，為我人鳥嘅時，我人就會搣，
一查某 feel very comfortable 就講未歹勢未面硬咯，所以我人要做呢都要快，แล้วก็要甲人講話的。focus 互人咪互人講成日往鳥或者點點啊，伊人嘅工具你知 ，especially 鳥伊人嘅可能啊，跟鳥樣頭頂管。我係幫到卜卜啊！我唔是你工具，你袂使去動伊嘅咧。你特別慢慢叫咧喎，拄好 in between 啲農業山嘅動啊，個黐落去，一個嚟貼 measurement 嘅咧。那肯定成晚嚟辦了80時咧。唔要緊咧，我人叫咧，我咪打算了搞個。伊攞嚟，伊咩 measure tape 點先喎？佢黐啲檔嘅，即係檔嘅，伊都未歹勢。你佢講話，你對佢講話咧，對伊 focus，咪可以講看到咱鳥，你可能伊都未歹勢嘛。咱你點點哦，佢伊點點啊，你啲鳥啊，伊點咧咁解。講句哈，你有會做了，嗰時做啥人就冇忙咯。你功夫唔是跟他讀啲手，你做咩會曉 psychology 本啊？你使 distract 樣啫。你看邊下正解鳥幫山啫。我哪解講話咯，哪解講話咧隻鳥咯。或者就咩你叫80萬俾人俾下鳥。你就咩下叫咩煮菜俾下個鳥。即挪威地有見咯，鳥 Jazz 個鳥可能樣查某地歹勢咁解咯。你無鳥腰嘅時間，查某腰攝背寸嘅，腰無幫人嘅，腰無歹勢，是真挪威樣地歹勢。你攏用寸嘅，是用 cm 嘅啊？寸嘅了。做啥用寸嘅？即個針車呢？針車你用 cm 還是用寸鳥？針車啊？你用係咪？你用 cm 鳥還是用寸嘅鳥嘅？特別鳥啥是？用寸啊！我覺得唔是用寸嘅。你如果係一支嘅咧，一支嘅咧 yardstick 叫做咩啊 ？yardstick 啊，一支嘅即係叉，即係橋咧，一支等等，一把波啊，把機啊，你叫咩？無啦，你嗱就準備我笑啊！我袋笑甲有呢啦，你嚟個你三笑1米多，你未步人甲有嘅啦，夠嘅。我三笑無像嘅有咧彎嘅，咧有咧是 L shape 嘅。對。我三步查某是愛彎嘅一個 L shape 一個，了個圓嘅一個啦，了個14寸嘅也是10幾寸未記啊，一個啦。你小山啦，當然未記啊。你老媽仔聽你講嘅嘛，就係佢要做地了啦。做一書生好啊，做書好啊。做啊散散啊，一種。我講我每我講一個 experience 你聽啦嚇。你為 customer 真係無明白嘅啫。一件咧啊，成日講外國嗰啲衫啊 magazine 啊，一件嚟摸到水 slim， 你講話係 pattern。特別你嘅成股梗係 can 嘅，一做可以本上啊！特別情義講我情義係無水教，嘥你成股梗係成股你檢查天嘅地方都幾水。你係我俾你做，我俾你做，我直接縮情起來，我係成股成個 Brad Pitt 嘅呢。咪你都冇上 Brad Pitt。要見他做出來，你是彩虹嘅鋼嗎？你都咪咕逼。我看我嘛吼拍做嘅是Glenna 嘅 sari。哎呦！Glenna sari 嘅特點啊，我甲你講啊，搞啊無聊嘅。伊啲關伊 blouse 帶嘅種嘅啊，伊啲歹加咯，伊啲無聊嘅。你是成日做你成日 evening gown 咧，可能會查手啊？唔是，內邊一條 blouse 帶嘅。我知啦，是安尼一半安尼冚撚出淡薄腰嗰度穿出來嘛。你可能你愛甲頂嘅呢？係啦，就是成個人車 evening gown 時一步特別轉嘅了，都辛苦。唔是啊，你要人，唔是你要食零件，愛食掉。伊碗，你零嘅碗。零件，你真係查某衫來做迄個。查某衫，你真係做迄個好料嘅啦嚇。伊衫係 flat 嘅時啊。一頭前攞嚟這是位啦，一步零 QQ， 你是假是數功夫啦。係你食碗嘅咯，你嚟做得白白啦，看起嘅啦，伊個衫前呢嘢啦掉了。Because 咱衫是有型嘅嘛，咱辛苦是有型嘅，咱做起來是伊特別想一吸到啲伊拎嘅拗上碗嘅可能。但我頭頸你厲害咯，你是個頭頸啊？
迄個叫搭呀，夠做嘅人呢，會做嘅伊無混嘅咯，無搭你哦，頭頸咁你厲害，一路喺度混就咁冇你厲害咯。因為伊小妹啷看菜行嘅人，你做你講咩零經啊？啊零經就係有經嘅。零經嚇，你零經，我講條零經有兩種，一種是到啲一種是到啲一底位嘅嚇，伊到啲一底位加少少，有另外一種是到啲邊啊位呢就係啊。伊真正濟，零經會做甲真正濟，有嘅 Princess Cut 個了嘛，為啥？伊 Princess Cut 啥？伊唔是 line 嘅啫，伊你覺得有伊作用嘅咯就，伊是頭零經入去一做 design 出來嘅就。Because 我看啊，伊我捌車過啊，同你講，你但係頂到我捌看做你 Halloween 嘅時候，我家己車嘛 ，Halloween 嘅頂面者我馬車棍，我特別我頂完我家己車，所以伊布先咧，但我家己加，你都知影個布咧大條嘛，就我白燈啊，我佢就家己綁啊，所以伊白燈個了是安款嘅啊，成個 hourglass 咧就，所以要落地布接起來，所以伊做我腰只細條，因為頂面個只大令我。林面山啦，唔是我係零啊！林面山嗰隻大，有時會情嘅時候，伊頭整嘅，你看頭整拖出來，林面個叫住佢都對咗，特別車啊，是只派車啊 ，because 你看伊攞病嘅，你看啊，你被接，你攞病嘅，你接位啊，很可咯。伊只咖啡啊，這是叫頭頸啊。because 我個用一種嘅迄個啊，伊叫成個 ham， 伊食隻尖頭，然後你成隻 ham， 然後你伊所以你到底邊位嗬，你切好咧是你到邊活伊隻嗬，所以伊定興起啦，伊定伊興起。無，你為 ham 啊，嗱筍啊 ，because of 你要細哦，愛 coffee 哦，你內面都要加佢一步嘅 ham 啊，加對淡薄嘅，伊未哦，加壓啊，對。對，伊個未使驚了，睇下。未驚掉下，你加咧，伊就開啊，伊個自然咯。哦。你無加開，伊步上啊極掉咧。你啊，這針車有咩功夫哦？針車你做啥有咩功夫哦？我做啥就對位畫咗。硬講多啊，硬功夫。我喺邊度？你教人尿線啊，你會嘢要做出嚟畫檔啊嘛。哦，畫 pattern 呀。啊，畫要 pattern 出嚟，แล้วไปกาปแล้วก็อินเนาะ你畫檔是畫到啲抓位啊？啊，畫到抓位，我俾他當時他都用布抓玩嘅啦，我畫色筆嘛。哈。有一半藍一半硬嘅啊，我入嚟畫布抓有個膠，有個膠布。你冇搞大條是你即接落條冇轉係啊？日個。我日個黏乜個嚟接？然後你畫咧是加咧，伊就是講伊白燈做一隻水，叫你燒起來，你就燒起來白燈咯。我家己燒起來。哦。燒啊！或者愛做嘅時候，我還在日度對了加白燈呀。哦，伊 because 伊啊個伊嘅身軀輕嘅，你有到病嘅時個結晶個加減就冇白燈加就冇啦。唔是啦，但是要留嘅白燈。我是要留白燈起來做一水是要把你人未清是冇白燈咧，免加下。加淡薄啦，加下成你要個菜啊，放一隻冇。然後你啊，針車你車衫時，你想加。你拉撒條功夫地管嘅，我是拉撒講功夫地管就是啲架步咯，唔是啲車咯。你拉撒條功夫地管嘅是到底是特別尿身軀咧，還是車衫，還是架步？架板啦，我白燈嘅是啲看考啊。你會使叫成個為人是成個你留在乎，然後你是樣架板咧叫人車喎。阿聽阿多個仔有可能，阿多是做裁行嘅，我有時拍出去讓人車。有咯，較濟拍出來人車啦，做生意拍出來人車，梗係賺錢嘛。要家己鳥家己車做未濟。啊啦，這是免講出來啊，你款做 OK 啦，來你開店賣啊，你款做誒。係咯，你我你看當機，我你看我誒夾刀啊，我係夾刀是物資啊，唔是鋪子啦，夾刀。物資啊，中國嘅啊，中國物資啊。我想你講鋪子。冇啊，這是唔知咩票嘅喎。我古早用中國嘅物資啊。五 G 啊，物資。
要6寸㗎，嗰隻12寸嘅，了無相嘅 quality 有嘅是 make for 中國內面，了有嘅是 for overseas 嘅。我係是在 Germany 嘅票真好嘅，自己。伊很多金嘅咯。伊夾下掉得很多金嘅，我冇有啊，等陣啊，你看這很多金。加多呢係，你嚟做裁縫，你加多啊，未是一個波嚟啦，未使亂放嘅咋。對，冇你去夾啦，可能加咗啊，咪死啊！加咗咧，個人啊，你頂你下點聲，你未使去動嘅咋。哦，對，走去啊，內門。啊，內門走咧，你加咧一步啊，你看啦，好嘅加多，無好嘅加多，你用第一步嘅步啊，你輕啊，咁動嘅啦。啊。一好嘅加波，一加動嘢，無好嘅一頭就 slip 嘅波咧掉了邊度。啊，你看我這個是 fabric only， 你看到我。because 我驚人家 ，because 這個是咩？我是啷用這個哦，啷叫咩啊 ？Becky 啊。哦。Becky 這是叫咩？冰晶鞋是叫咩？好講話 Becky 啊，加多。啷用啊？阿彩虹。這個無啦，擺天講夾紅紙有用嘅。對。這是我設計嘅，但係我自己設計。真係冇用啊，唔捌用啊。誒，你捌聽過這票銀兒就出名啊嘛？銀兒唔知，銀兒我知。啊，銀兒啊，就是。上個銀兒呢特別有一 hit。安尼夾刀往做裁縫人冇人用嘅啦。啊，有咩？我是夾咩？夾別人多夾。我冇用嘅。冇用嘅，我攞用愛，攞用愛，唔是，呢個 shape 你可能看到就係冇用嘅。哦，即係是 normal，成日講唔是做裁縫嘅人啊用嘅。你即成日平常試出嚟就散係呢？啊，你做裁縫你都用夾刀冇上了，免講無久有一個人嚟甲你磨夾刀嘅。哦，你磨夾刀愛有數愛厲害啊，無厲害磨了唔用。我未看，針車先，你是 professional 嘅店嘅位嘛？我未針車嚇，針車你嘅夾刀有你幾種夾刀，幾支夾刀都出去。你夾咗一隻夾磅了啊？哦，攞機，แล้ว你夾磅嘅夾刀就長，大機哦。普通6寸嘛，查某衫。哦，查某衫6寸。講這邊是長底是，係咪是？你想較長嘅就你免加呢一刀啦，係一刀起上就只長嘅啦，係。長嘅看，但是加褲、加緊些、加膠嘅、加布嘅，咁無相啊嘛。哦。你查某衫做查某衫，加都是一種類加個了啦。哦。冇咩膠嘅布嘅嘛，加了差不多相。啊，你往店嘅無相，但是加 slack，加加，但是啊。烏嘅布啊，咩個冇相啊！一路人用就，針車捌聽過即係烏嘅布，烏是叫米啊，米布，唔是米菇。少啊！你較濟車布係咪 cotton 嘅啊？還是車咩？係咪一種 nylon？咦，啲咪講是冇隻啦 ，because 會 cotton 掺 how many percent แล้วpolyester how many percent 啊？當然，咱 Asian 嘅人呢無100% cotton，成外國嘅人屬加100% cotton 嘅咋。咱即係人半大碗嘛，所以 cotton 呢掺6汁啊、4汁啊是65、35呢款嘅 polyester 嘅 cotton，所以免講別嚼，我免有呢款咯。別抓咩？你先別抓咩？未做咩？是半段碗。哦。但係個布都特別有啫。你特別有 polyester 參你嘛免碗嘛。對，個只我看伊布都是免碗嘅，未膠嘅。啊，那係65、35種嘅個隻啦。了無就但是人做咧 evening gown 咪就用satin咯。satin 呢種細嘅暖嘅 velvet 啊，你看冇 velvet 呢？我 velvet 朋友咯，真夠啦你啊！一派車咧個派有啦，因為走啊嘛，你車咯而家一頂關地個一地走嘅咋。對。你浸車一頂關個一地都俾超伊。哈，對一頂面都冇，一頂冇。
我唔是哈，咱針車係線喎，下底一粒嘅哦。嚇，薄邊。咱特別大燈呢，愛橋愛 balance 呢。你啷叫我咩？下底一粒？唔知啦，唔捌叫，係咪本來知一粒呢？啷叫我阿媽我是叫做薄邊嘛，下底叫，咱好叫我叫咩？我特別查學人叫咩？下底一粒啊，啷叫？啊，你羅賓，我人福建話咪叫 Batman 咯，Batman 係羅賓。Batman 係羅。名未記啊。有啊，即係針車仔啊，針車落咧，針車誒，針車就仔。當每針車啦，即係針車嘅名啦，每針車。針車一底就線叫咩啊？加嘅一底線。馬蹄。係咪仔？啊，對，馬蹄對。馬蹄，誒你成個馬蹄一粒就算啦。對，馬蹄對。你成個馬蹄，咱講馬蹄嗬。對，馬蹄對。馬蹄，咱佢就自己，咱馬蹄上了嘅時，咱佢就去自己加啲頂面嚟嘛，係。自己加，啊。自己加。我哋見你咧，係你八。你加就係硬嘅嘛，你嘢你對咗吹過一打呢叻嘅就過啊嘛。那個，你是佢你係曉加温你無意想跟他走去。下一邊，嚇對，走去一邊。你對係揸時講搞。你 pressure 那嚇啊，你可以走嚟走去 left right 倒邊加邊嘅走啊。阿寶，你是一邊嘅意思啊，加一邊。啊，你頂到有加嚇啊，即個格特布魯。我加未成功嘅就走。你加未成功？你用是用電還是用蠟用卡棒？我內行我會。內行會啊？當今你出個叫點車啊？行掉我馬邊會行對。你是電的細卡還是大卡？電的當今真方便嘅，免卡咧嘛，伊可能是嚟點車咧，你使喺啲度頂度車咧。哦，你看我啊？你唔係我車衫咩？是哦，我唔知車落做物件咯。咱就愛撲機落海，咱就我講掉咪。等你看我嘅車，嗱，我嘅針車，叮叮，好對啊，是唔是咁呢？簡單嘅。而使咪用嘅是使冚嘢嘛嗬。啊，我票是兄弟嘅。brothers 啊。對。然後喂，等我看我買我針車，我頂到就見針車誒。然後我針車就來時，我就夾布，我去買布，買咧山布了，是車我針車冚針車嘅面。所以我自己車，嗱就係針車布。各位聽真係是講，人看未到時，或者我個幫你錄講嘅 video 給人看。我咪看我針車，然後我個車就扛我頂面了。你是喂 handle 嘛，就 handle 嘛，即 handle 嘅嘢，我個夾成頭款嘛，後尾個夾車地磅嚇 ，handle 個筋計冚落去啊！未擺啊，我就牛車本我車成個我車幾多條，我車一個 bathrobe 好喂標誌。你看到這 handle 係咪？哎呀喂，嗱 handle 就正 ，handle 就正，一時磅喺計冚起來咧。咁而成頭款，你是馬蹄，馬蹄好似我覺得。我係到對我冇咩用，我有本是夾殼啊。我想買夾我殼，本來就係定我到啲馬來西亞買，舊年買對起真實不上大條，當叫我林白山呢。所以當買殼都冇零。夾殼真勤殼嘅大波殼。係咯，因為響我想要食到啲卡吹，食特別康康，唔知點食。我是頭家下，你就成頭對面下地出來先。對咯，特別我想做，我是想買做呢康康，我是想解拍南面拍一啲潮領嘅，係 Q 係硬淡薄。because 我唔是講要食，你基本上個一寸嘅，你可能我要食一寸就是兩寸，一寸嘅啦。你 Q 掉個。你學到啲是你生氣啊？我生氣咯，好個仔。你定到我對起馬來西亞時 ，because 對嚟馬來西亞個山那個即係幾半啊，正10半啊，係嘛10幾半。然後對嚟時變做考，我定到俾佢考出0起咯。然後我買談心咁俾佢硬能冇可對嚟時個，特別馬來西亞就成日時俾佢考嚇，伊曬事情差2號嘅喎，34號跳去36號嘅喎。
你會去死啊！你35號人咪是愛得是大了，還是停老老咯？我馬路等做一時 get 之後嘛會咯。冇個等啦，未創開那等。這小巴是另外一個生出來，是小炸彈的咧。แล้วก็ถ้าไม่มี啊，格達布都沒。我每阿多家姐做晒人嗬，舊家先只個幾冇生性哦。啊，對，先只只隻啊喲。冇啦，家己做都做袂好人啦，家己個請。你家己先只生咗？叫人做？買哦。家己先只生就買。last minute 收工啊，because 往採訪家姐 last minute 收工啊，個3-4點嘅嘛，了點先嘛走去買哦。哦。哇！安怎咱你一人聽用險？because 69哦，買少少咯。特別73，真係正啦。買少少咯。咁咩何字來馬仔投票908。等陣，do you know Penang Hokkien？等陣，do you 我俾每人講咩啊 ？do you hang 咁誒，咁車對去啊？是咯。誒，我去搬咗啫。啊，去，等我未。哎呀，等陣，我俾每人講咩啊 ？Do you listen to Penang Hokkien radio show radio 係咪我比較每樣我俾看看，特別隻字 I think 有隻 feature 到啲個考試下咧，隻人來 Do you understand Hokkien？ I think 隻字人比較 understand Hokkien 等看定下難問是yes no a little bit OK 各位聽講。嗱，是講人有聽我講去做你補嚟講，人就是有聽學緊話啦，開始。當今日去啊，個大布魯都講我聽是到底定啊？補嚟是到底嚟？補是就一邊。正哦，炸燒餅哦。正。你嘅炸燒餅哦。我炸燒餅咪正哦。正。對唔對？聽講講 forum 裏面講。安怎來除掉啦？唔知點算，好險你知啦。I think 這個是比較聽學緊話人啦。Paul 各位聽眾，炸燒餅，甲佢波。正嘅。對。OK， 嗰一個人講，誒，去講咧，一個講 OK，if you speak English, if you just happen to stumble into the show by accident from Ustream.tv, please go to take the poll over here. Over here, you turn the poll. You press the poll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Do you understand Hokkien? Because suddenly we usually have about 20-some people listening, and suddenly we have like over 70 people listening. So just for fun, if you understand English, please go and take the poll. 我那時是迄個大概30人是正啦，你像你嗰時唔知是實在看笑呢。Okay, go take the poll 啦。Go. You hang to go take the pool. You hang to go stand here, and then. Stand here. Then you can go to pool. You don't drink somebody, but you pool. You pool to stand the pool here. You suck the show. You stand the pool. People understand lah. Huh? I mean, no, we understand. 冇，你看 viewer 有70人哦。錯咧，更加70里啊，60里是福建人啊，最少。冇啦，等我未看。你是福建人嚟講係啊，那是你特別這人真係看呢，冇啲 chat room 嘅。我你對佢講 ，hello，隔了人啊，嗱福建人嘅超。我未看到人，都看到有。但福建人特別就18人，可能18人 vote 呢。哇！那是講人看咩人有去看到，人看咩去 vote。咱就30人到啲 chat room 咪冇可能是18人 vote 呢嘛，但係看乜定，正係看乜定，每看仔學就是學緊。89里 ，understand 嗎？19里呢，人70幾個人聽，我 got the vote，看乜去 vote，到時我只調住人咪要緊來，調住人我遐聽到會使。以後聽到會使啦，嚇，家己人啊。家己人啦，我以後聽到會使。拍死冇相干啊。冇相干，下裝硬啊！誒，我要拍到啲下針車啫，等陣針車過嚟通啊嚇。應該會啊，一等條路 call back。OK， 我 get 到啲。
OK，當今咧，嗱哇78人對唔對？啊，頂較一人是不要聽啦嘛。人都無，我同你講去 take the ball 嘅時，人都無 take the ball。你就別講 take the pool 入去啊，無效咯。就要 pool？Who want the pool？Who want the pool go pool here？誒，這邊 OK，等陣，แล้ว啊，針車個未到對你針車。你真正是家己有車，家己車家己衫，是去個好買。當然去買啊，無做啦。頂到時咧，頂到真正是你就是直接一隻衫出來車啦，家己是無點車家己衫。有啊，阮就車真好條啊，我驚人家兩嘛就做。哦，啊，你頂到時去個口買衫真貴，特別當今車衫較多貴啦啥？當然佢貴咯，你買貨來做。工資佢話貴咯。好咯，除非你是要穿嘅你無相嘅 pattern 啊，呀。啊，唔係甲人相嘅咯。嗯，伊個靠卡到啲手嘅。哦，嗰一個好處。伊個領係你要嘅。我都要食3個誒。係咪kata領咩？kata bulu 你講咩？嗰一個好處吼，但我嘛看。真貴 branded 嘅衫哦，咱無在條買嘛，所以買上嘅布叫我嘛做啊。哦，伊點解人講有包喙啊？咱成食衫，你厝嘛只係包喙咯，條啊針車。你攞而家包喙來做配單啊？啥物哦？冇啦，揾下人去做，學人去嗰隻啦。哦，學人去。哦，你學人去，你人家嚟做咩？伊人有嘛是去接配多面咯。哦，喂，馬丁都有車迄個拖卡布啊，折三角嘅拖卡布啊。啊，因人會做嘛，會做拖卡布。啊，你有車拖卡布？誒，是講較少，特別你出來家己用嘅插伊嗬。啊那，去做，一專門做嘅較水啦，人唔捌做嘅做就較無水咯。我媽做嘅伊是中午一粒花，然後呢，一邊啊三角護欄，然後就出去圓，然後咯。那直接車圓啊，直接車圓呢？伊咧設計咧三角特別嘅酒甜啊，喺三角啦，是用是像一把看戲時就甜，然後呢下掉。嚇，等我資料。一路就是你特擺接衫第一節是唔是真正是嘅？真正較濟咯，是講我做零啊，就是樣零啊，真正較濟咯。他不是嘛？不，di Pavali。啊，啊，但我做零啊，但是拋卡啦，冇咩好卡啦，冇咩愛做啦。哦呀，是啊。你做了買嚟嘅。哦，不好累啊。冇累就買嚟嘅，氹貨本唔買。哦，家己穿啦呢？家己穿sari。sari 只係4條未穿。แล้ว你到底你就是到底行情會數下，所以個只係嘅零眼睇嚟好得做。啊，嘅零眼係做咯。你都冇訂銀嘅咩？冇個人提訂銀。冇嘢咯，冇咯，是冇計樣嘢。你接落嚟，咁樣你到後尾接到你抄卡咧，是個有等於實提訂銀還是冇啊？冇，但是較濟講變嘅字講幾類嘅呢？哦，你是識晒人啦，就是做。有咯，他朋友咁樣識晒你咯。你做新正事咧，即新正事做第一件事是你乜做？實到嗰啲接到就謝主，就謝書。謝書啊，我未記啊，你估十幾書咧，20幾書啊，是30幾書。我頂食8條。哈！食8條，個人講我食未了。有啦，有你早3個月前寄來啊嘛。哦，較早哈。你驚是愛加衫。我3個月來啊，是3去背現下咧啊。我換算淡薄唔會加啦，都要換算嘅啊。我哋睇下把酒冚一邊嚟啊，看未到。換。這樣就冇少呢，哇啦，少個10個就買少了。
哦，我呢早燒時咧是先正是一二個啦，然後是個10個就買燒，你9點先甜。啊9點先甜哦。แล้ว你處你接起來播咪 pattern 係咪搞到甜時，你經常另外幫經常你提啥，是到你聽嘅。到做廚是做聽，到我做我嘅紅線會是有人另外一個房間。哦。有打咧出來啊！批寫出來另外一間，個人來尿先。哦。換衫。會彈咯，會彈咯。會彈咯，但是做甲幫先。是啊，你是直接買甜啊？早起甜啊買甜嘅早起甜甲暗暝半暝呢咯。哦，你咪出來剛怎做啊？出來剛啊。格特布魯做咯。對唔對？嚟下啦，每格特布魯就先，嚟格特布魯，你嘛提衫時你按照大概超？我都未記啊咯，冇橋啊，冇咩橋出啊啦是。我嘛早起就煮便飯啊，食個暗暝去啊。哦，煮一大堆是做來食啊呢？啊，是哦。你睇先講點？啊，你講咩？我車好衫橋一包吹份嘢咯，了到綁衫冇講到橋咁做。你厝兄弟姊妹幾間？隔離姊妹隔離是兄。一個小弟一個小妹呢？哦，一個小弟一個小妹，哦，你做大啦。有個小妹是我嘛都冇正正做衫了。哦，細漢嘅事啦，所以你小弟是個有個啦是。所以你小弟做第二啦，你小弟小妹是第四啦。啊對。按照你細小妹有聽，安迪，這個唔是安迪，阿姊，就唔似阿姊啊。你平常時有聽邊啲福建哦？啊，有啦。一句有你聽。要落起來給我聽嗎？哦，所以無久咧歹勢啊，人少人講特別想錯。什麼淡薄？小朋友怪小腦啊！啊，別怪啦，咱無人聽邊啲學件事是咧想錯是咪？或者做先生唔敢聽。做先生唔是唔敢聽，做先生偷聽。唔敢講，可能聽一樣偷聽。阿 John，後面個阿德講。actually 真係濟人啊，唔愛聽啊，you know，伊唔敢講。But is that 講唔敢講，了個無所在通講，了個驚講伊嘅工作啊，伊嘅 status 未講。所以有當時啊，讓來真聽來發泄嘛。是實在聽俗啦，哇，90人聽對唔對？你這世界我每路係咪人唔捌講錯啊？有你好理人。好理咪是就講。阿 John， 我想講下，下一擺你來做下一擺應該做先生，叫先生嚟講。人講前期嘅，一隻 episode 是叫先生嚟講，咱前期一句錯話本未使講嘅。唔是啊，你講無刺激啊！阿 John 啊，無刺激啊！你就叫先生嚟啊喎，แล้วก็叫一 group 嚟 debate。我講聽。我按照我細漢啊大漢看先生看啊大漢，我爸做先生，我媽做先生，我先生嗰啲錯嘅，你講。誒，叫你昂母娘娘，昂爹爸爸。特別無我昂爹爸爸，昂母娘娘個無錯。伊人特別咪罵聽，但係死記得，係啦，甲數本人特別按照你講咧，這臭話。我有講咩？我是嗱，特別我是咪？其實上咱真正是 live 是咱各做 show 是叫小小個講，特別我平常時真是個考試個只較少講臭話，特別我拿單啊，我是驚我拿單，像你歡喜帶，等我一個在 remind 人看到是興趣要去參加你歡喜帶，那是你自家小小，自家剃頭，自家留咗嚟講，你去參加你歡喜帶，你電視機333係啊，即係格特布魯。333啦，使去參加，你去介紹邊啲學件，你上課你去啲歡喜大位啊，去介紹講人聽邊啲學件後，你看特禮拜咱做 live show 時90幾千人嚟，咯，當然91千人啊。了我是愛去，我就講佢阿姐到，我驚講直直嗶，一攰你所就嗶，咪無聽到講我。無，我是
是講我每講就是講我去，比較想要做隻樣幫拍水啦。買 sensor 忘記，咱買 sensor 地就10厘去啊。冇你免 sensor 哦，你是咪講？別啦，乜咧？咱唔嚟先等打。唔是咱去，咱特別主人，咱家己嘅嘛，我係你咪可以主人咯，你佢出現啦咯。主人咪是叫，我就是講咩？主人我是驚我哋別嘛，講落嚟間啊啉白啦，跟死啊！佢出去別個了。我講那時我要做隻 live webcast 嘛，我講我是打喊麥，像王思別，唔是王思是別打，唔是講別打喊王思是別記啊 slip 出來呢。你嚟去唔能叫啊！我到你邊啊，你定別打喊嘅。不，我講聽，我驚我邋遢，我可能是我邋遢是安怎？講唔要緊嘅係，係啦，哦，假啦！佢出去㗎啦，邋遢你邊攞刀嘛？噗嗤跌倒。哎，唔撒刀啊！撒刀就變 SOS 門啊！SOS 叫大郎啫，感謝各位聽之後，OK 好啊，咱搞啊，感謝站車是來收聽啊，唔是來做阮特別嘉賓站車，感謝。感謝。或者我對起我是要穿衫時候去穿，特別無你穿查某衫呢，別緊我使穿查某衫阮，我要穿個拜呀。所以講買啊，咯，嗱我個站車講買做啲攞獎嘅衫。啊，頂到你個人家無好嚕嚕嘅嚇，我個嘢嚟穿。我家裡都唔使穿嘅咯。創嘢點樣？誒，你穿你一邊嘅卡腿呢，一邊卡腿呢。卡腿都唔使接喎，家裡都唔使會喎。會接，卡腿會接，卡腿準會要，卡腿是會要。站車你講咩站車？會停啊，亂啲大隻嘛，那會停。啊，那卡腿啊，有一包啊卡腿嚟咯。卡腿會接嘛？卡腿。你嚟卡腿入八寸30寸啊！接。私人邊度多緊嘅？近年咧都儲名驚嘢，哇！面上先咪儲咯嘅啫，乜驚咗禮拜先正水唔見。我唔是阿德，我講到鬧時你嘈話，我講我背我嘈咯。啊！對。我咧個感謝我哋格特布魯啦，甚至係找啊，個甚至係 idea 嚟，就好人講就老做嗬。那是不知啷，那是會講我係咪意見啊？講啷嘅甚至係，唔是咧甚至係，啷嘅採訪嘅告訴你。啷嘅係，啷把成間那是講啷把去採訪嘅時候，驚啥時候可能尖吐的，啷把吐過人哦。做所講採訪嘅 SP 咧，那 customer 來啊，funny 嘅物件。小 customer 是怪 customer 啦，嗬。有啲嚟三臭味人喎。阿 John，亦就都未人講啊，我唔就係講撚哋 live 笑，撚哋 live 笑。依個唔就係撚。maybe 是新的人忙咧笑人啦。大機。哦 ，it's online broadcast ATM 係咩？我唔係知。ATM 是去夾錄嘅咩？哎呀，來吧，I didn't know you're on one of the。哦，而家唔使錄到啲邊，唔使錄到啲隻 show 嘅。錄開咩？啊，到錄開咧，你 video。冇啦，因為佢 video 咩當然冇清衫，佢 video。哦，我使個 host，或者咱講好事啊，咱有清衫事。人每個阿都係lady 撩靚，唔白再錄咧夠犀，你參錄股嘅，參錄股變類型啊。不要緊啦。唔使咧，咩 baby 冇出嚟，你乜嚟使？不要緊 baby 出啊嘛，就不要緊，你又唔會出就先啦，嗰啲人講。你捉啥？不要緊，咱有咁就好，歡喜就好，有講有爽，無講無爽。對，有講有笑，有你冇幫助。無講無幫助。對。OK， 感謝站車，那個感謝個特布魯嘅話特別嘅邊家老姐阿德做採訪嘅，或者咱個嚟講句阿德嘅怪嘅customer experience，人客嘅 experience。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哈啦，你拜各位再見各位，拜拜，拜。得落嚟玩 music。